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这时候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站立，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，来赞美。在这里。谢谢主，谢谢我们的天父上帝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独特的宝贝，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独特的目的，有你的美好的命定。没
谢你，谢你，你让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独特。主啊，我们活着就是要敬拜你，我们活着就是要赞美你，我们活着是为了要荣耀你，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将这些荣耀归给你。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。
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将一切的颂赞、荣耀、尊贵都归给你，因为你